说说，苏州话里螃蟹怎么说？哈。我在问你螃蟹怎么说？哈。真逗。那我问你鱼怎么说？别逗好不好？那我问你虾呢？食間是否自身最高？或者另有高處比天高？哎，瘦瘦，那鸭呢？啊。我问你鸭怎么说？啊。漂亮姑娘，这么好的姑娘，她怎么就是个哑巴？大家好，我是 Daisy， 今天我要教大家几句苏州话：螃蟹、号、鱼、虾、呼、鸭、啊。每天一句苏州话。